有井字的按下去可以连接到影片。你看影片目录。日文的也很多呢。这个日本人的影片很多，可以找到的不容易。
同志是指那个同性恋的，男的对男的，女的对女的。你看文莱啊，东南亚的国家，文莱可能是回教国家呢，严格禁止同性恋乱伦，男对男的，女对女的，人家多么痛恨的，你看乱死刑啊！这个比较不容易找得到，这个人家影片比较多了，那就不容易找到。人家影片少的，我们就容易找得到。不容易，要找这么久才找到。刀，念的刀，刀立天宫，译文上帝住的宫，又叫33天，刀立天，佛经的，出自佛经的。暗王子，暗王子就要到影片了。